家珍，好来，古家珍了哈。欢迎。哇！等到了的三港你们有没有摸到？我们没有3张牌子。没有3张，这脸面还有2张，你不要你不要误导观众好不好？三姑娘啊，从啊心无开哟，莫从我的心上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共下來。好，今日啊那個天一禮拜啊，你 PK 賽接受評審選擇嚟。一架小先生，羅國利先生，王延賢先生，姚州傑先生。PK 賽比賽規則：參賽者2勝1負進行 PK， 分數較大也係沒達到88分嘅人搶先淘汰。係公平分，就由評審先生佢分開滿意。來看一下海軍 TV 出道的黑滿人。哎，羅思雄，來，你先講出道滿人啊，還有切別參賽品。古家珍，古家珍，做嘛要講出道去？他年輕，不是在看在歌唱實力部分，看在年紀部分。其實大家也不熟。不熟，抽到谁也没有关系啦那就偏啊，偏起啊，有嘛？哦，愛聽家一樣嘛。好來，古家珍啊，哈，欢迎，同样是2期的部队的顾家珍。哇，里面還有6張，你竟然就可以抽到古家珍，這個叫墨菲定律。對，你好好的唱。對。好，所以你會怕他嗎？你會？怕他什么？老人家有什麼好怕的？对啊，他的抖音让我很想哭，抖音就是很感动。我现在有时候听到，比如说，我现在比如说在 Spotify 哈，就放一些我的歌，然后他就会一大堆歌就会跳出来嘛。我以前很久没有唱的，或是以前录过都忘了。我有时候听到，我以前的抖音真的是很恐怖。很多人就会说我抖音抖太多，这太老派了。不会吗？那你等一下唱歌抖看看。他就不是那个痛的。好了，那你今天要带哪一首来抖？雨夜花。哦，这个好抖，这个好抖。哦，那你呢？唱什么花？唱那个天后。天后。天后。突然好这个哦，天后，好来，唱2位后堂的歌曲来。
生给啊，深的铁路，3300目光流转，凝千凝波。 想嘅未來，向天後衝，有天後講。想起嘅啊，兩隻手，太熟年功，都滿山峰，愛顧可年功，撒好。 走路，唔愧想，講愛最多嘅法，夢想嘅比天後，都經有講。 干嘛？请坐，请坐。为什么有特权？为什么要有特权？然后干嘛？一只脚要翘起来，这只脚翘起来。嘿嘿较高渔业化嘿给他都用这只手呢。到底是哪一只手？真的好想哭哦！那个表情就像阿盖拉在唱歌一样。对啊，你站着也是阿 g 拉，你坐着也是阿 g 拉。对，对你躺着会不会也是阿 g 拉？你以后身材会不会变阿盖拉？哦，你用个木孔样个个呢表现的方式，嘿，一个较新的创作，一个较传统的东西哈。但是哎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，他虽然长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比较累一点。比较累一点。对，好啦，两位唱完了，哎呀，这要看老师了哈。来，好，叶老师。一叶花这个歌词写的歌词，那个是爱数啦，嘿，来同数啊。俺就是这种第一段你唱的都对的，那个听一段，那该所以我们提的尽反神这个东西，你不可能是所以我们提尽反神，他如果这样写，我回去就跟他吵架。实在讲就是说你要考虑到说，他歌曲给旋律是爱用弦，下给你听就你听啊。客家国有客家国的味道嘛，哈，对，所以第二点我是稍微有给你扣分的。不过就从我来讲，我是对你很肯定啊。然后嘎真哈，可能你是个很懂歌的歌手，唱起歌来都对。
不过金普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太紧张了，所以很多低音都没有唱出来，太可惜了。很漂亮，你的解释都很棒，可是碰到同样的低音，那个声音就一出来就完蛋了。就你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完整，好，应该是你要加强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很公平，2个都扣1点分数，在我来说，其他就看各位老师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罗国立老师。哦，师兄，我知道你中国唔咩有乜個睇問題，但是有一隻細問題，堂叫其實邊睇問題，也係乜問題。如果當你把每一個樂句、把每一首歌詞音準都唱到很認真的時候，這位老師從光一發，你每一個都做100分，我就感覺不到你的100分在哪裡。你一團就做到很完美的時候，我就感覺不到你的完美在哪裡。你就是這個很好的例子。所以我建議你，如果你在中國的時間，你的情緒很到位，你的歌的表現也很到位，可是你做太滿了，沒有落差，沒有落差就是我聽不出那個起伏。對吧？這是你要試着去改變的一個地方。好，再來家珍哈，我今天被家珍感動到了。你今天敢勇於挑戰一把吉他配你的歌聲，這勇氣我就很佩服。再來，你做到80、90分到了，那個吉他很簡單的旋律在那邊進行着，你的聲音是非常清楚的，所有的優缺點都被我們聽得很清楚的。我覺得你的缺點還是有，但是我非常喜歡你今天的表現，這條路，這個路線是你古家珍以後在鬧樂可以走的一個方向，大膽朝這個方向去走吧，好不好？2位都加油，謝謝。謝謝。好啦，你開一下分數咧。羅師兄嘅分數。那分數沒有，不是很樂觀。對呀，現在你應該不會這個分數吧？看一下，好。顧家珍的分數。恭喜。我没有哭。你不要看他長得很可憐，就好像他一直在哭。不是，他真的很像每次都在哭，然后眼睛都紅了。对，他米巴奇啊捧别人时间，就是跟我们在應對的時候，他就總是那種熱淚盈眶的樣子。我現在是要拿面子給你呢，還是要擁抱你也不對，我到底要怎麼樣？對啊。對，他長得就是一副那種糾結的臉。那恭喜家珍啊，恭喜！謝謝，繼續加油啊！2位回座休息。過來撒下來。係恐怖箱。恐怖箱嚟。好，還有6位參賽朋友，嚟看一下，出到慢影。馮思權。你好，很親切。思權，你那麼唱應該唔會講慢影吧？有啊，有會講。唔會講咩？陳浩明睇過。哦。講記。中文會講記。冇啦，其實第擺來錄音嘅時間，嘅時間因為環境都冇熟悉嘛，其實我又唔敢，就輕度開，我又唔敢滿員講嘅要水，嘅小茶體那一種啊，因為休息時嘅推廣快起嚟，結果我對佢嘅時間，後面睇過就糖多，結果伊本來是伊嘅小茶，冇我學習。哦，所以人家意思是講講出到去替大太排隊是吧？沒啦，就是我很喜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感謝貴人啊，貴人，對，謝謝他。對，他的救命恩人。那就看一下有沒有出到陳浩民哦。陳浩民最怕他，結果抽到他。飛揚，總必整，好來，差一點點的在隔壁而已。對呀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你好多年嘛，對吧？哎，客家人。客家人啊，用上個將好多面好多。有聽到。安尼來 PK 啊，那唱一個。我今日帶來差異別線上嘅滿不過。阿兒呢？我係你。
对等来讲诶。好来，糖也两条好，糖的歌。面惊风霜人路，真这样子出的娘不娘哈。臭。来注意啊，娘不娘都王苏兰。高婚姻。什么东西啊？文雅。
哎，你好，主持人吼，哎，你哎呦，两位都创到安吼，讲真的，也比赛出来呢哈，个运气也好的吧，讲真的，这个出道较牛的，安汪思君给明特别的认真，特别认真对啊，你看得出来。歌啊什么都有设计的桥段。真的吗？你为什么帅哥你就特别注意啊？你也有那么很明显，真的。来唐先生的公平啊，来。王老师，其实今天世君哦，真的让我们大开耳界了哈。哦，就是他今天唱的是不错，当然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。当我们其他老师也有说，刚我们有在商讨一下，他认为你的叶老师，他也认为你的 key 还可以再高，因为你唱歌你冲国位，你狗音，其实呢你还可以再挑战，因为我们在对 key 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对最安全的 key。可是你不知道，你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，啊，你还可以再高半 key 吧，啊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还有一点，你从咪咪呀呀，我们老师也认为你换气的地方，冲国位换气的点也很重要。比如说咪咪，台湾人咪咪，如果可以衔接的更顺会更好。你好像把它有停顿点，对，尽量不要停顿点，让它顺畅一点会更好。基本上你今天唱的可以说是可圈可点，是真的蛮不错的。然后另外一位毕珍姐，乃黑你给你这首歌对你来说很简单，所以你唱的很得心应手。但是对歌唱比赛来讲，对你来讲，你看他的歌一出来，你就很明显的对。所以选歌很重要，所以你还有你现国位，在这方面可以多研究一下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安子先，老车，好，来，另外一边呢？尤老师。碧珍哈，董口喜，你今天的声音比前几次啊刘洋好，比所有嗓音都还好，而且你今天唱的很完整。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进入决赛的部分呢，各位咱们所以要特别注意啊，你选的难度是 C 级的，还是 B 级，还 A 级的？像世君选的雨薇的歌，它是属于 A 级的歌，难度有它高。那个黑影电影大概他刚唱歌，大概每个人都会唱，所以他的难度他没按高，所以你选那歌就在选曲那部分就已经有一点这个输态啦。但是你今天唱的真的是不错哈，你今天也受到世军的压力，那刚才讲有机会就继续比赛的时候，可能你要对你自己稍微难度上面再提升一点，哦，因为你不是不能唱哎，你唱歌跟上东好呢。好，那懂口型还跟我会懂口型，那是世军的部分呢，哎，你是一个唱歌的能手，而且你站上这个舞台哈，已经具备一个歌手的架势跟气质，跟演唱实力，但是你今天选错歌了，哈，因为你今天选歌的 key 哈，起码要再增加一个全音，你唱的刚刚那个声音起码要增加一个全音，应该所有的声音全部在口腔中音，然后舌根音。刚好跟雨薇唱的完全不一样，你那时候推音，你所有的高频都没有上，所以那部分哦影响到其实你很大的一个成绩。哦，我相信你会不会还有同后的机会，再往前走，而且你甚至有可能在年度赛，也有可能会参加。如果在这边，给你建议，特别注意点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这个看两位的粉丝了哈。先来看冯世军的粉丝。好来。哇，93分呢，很高分呢。啊，3個分，恭喜！好來看贏咯，好。總必整的分數。你看，其實你個分數要一會91分。水準之上啊。對啊，但是你就讀到高數，你那個時候出到羅思雄就贏呀。因为坐在那边也中枪，已经长得这样很可怜了，我还要弄他。对，好了，好了，恭喜你好不好？恭喜。那现场讨论可以拍拍这本转来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这些啊，来回做休息。好，恐怖箱拿来。还有4位哈，海军除一下，看谁除到满赢。我好想看夫妻哦。哎，真的，那夫妻如果主控，他一定懂我搞。
用那种。好，来，老公过来啊！来，你来啊！剩下的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是这么两位。请这样子出的伢不娘哈。吵。来，注意啊，伢不娘都王苏兰嘿。苏兰，来注意啊。王苏兰。请难手哈。慢。交给你了，交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分样，王苏兰。来，我再给各位看一下。哎，这好恐怖哦！里面都空的哦。重啊！里面都空的哦，剩下这2张。真的不好玩呢。你自己抽的。陈浩民、陈冠霖，存下亮呀。对呀，你看为什么哦？这个是这什么魔咒啊？你们没有拜拜对不对？没有。跟你们讲，比赛有一个规矩，要先拜拜。哦。对，要先从家里的土地公面绕一圈拜一下。也还墨菲定律啦，记下来。因为制作单位一开始做问起来就打电话问起来就啊，你请讲主动慢嘢，啊，其当然我讲哦，我请讲主动啊，不用啊，用吧。公说来问。我叫我问起来老加不用讲，啊，你请讲主动啊，请讲主动啊，老公啊，用吧。第一卡时间都讲到呀，结果都主动了。哎，你们同一台车来吗？还是各自己骑摩托车来？脚踏车。哦，真嘅喏。大家聊不停。你们一人一台哦。大家聊到富强的。哦，还好啦，那还好， OK 那没关系啦，好，反正就是谁赢这一次就先让他嘛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喊一拜有几笔在过来编啊你嘛，哈。哦。但会不会平分哦？平分又是你们的问题了。来。啊。老公，啊，先唱嘛个歌。阿妹给松树。哦。讲的有点害怕。阿妹给松树。来，太太。嘿，随烟。随烟呐，好来唱歌啦哈。锵锵锵。阿妹的松树，亲亲的看阿妹的面容，母亲酸言不留情，点点滴滴卡顺。将子来诉苦，最为太阿妹给一松树。谢幕。人生似梦多演变。
谢谢。嘿，安尼看起来哈，老婆唱完，老公不太敢出来。对啊，没有，看起来两位的感情美好啊。你们两个都亲命的咧拼的嘛。哦，一个好，真的啊。一个是那个跳探戈了觉得哇，肢体动作啊，一个人看冲动声嘶力竭，要感情模糊。我们是真的来比赛呀，当然就要尽力呀。尽力哈。对，是那个啦，私底下才是夫妻啦。暂时那个身份把它切割掉。对啊。上个个叫我黑妹。切不掉了，切不掉，这个没办法。注定了，切不掉。这种缘分是切不掉了。老公先说了，切不掉了。哇，这个也紧张啊，跟他们伤脑筋，因为也不知道让你们两个怎么办。对啊。Oh my god。对啊。是应该是有史以来这一段的那个评分是最困难的。咁我周拜分数打出来，刚刚还在讨论。还在讨论哈。对啊。那请罗格里先生。女主角，我先讲女主角哈。你看，我记得上班唱歌的时候，我有讲一句话，就讲唔在唱歌的时间，做乜嘅冇得特当关的，有人有赢，有人有赢，因为那是你运气的一种方式。我还问过，你要蛮做到的，你也不知道。我相信那是天赋的一部分。我还没唔定啊，就唱歌是常常就这唱会出来啊，也有个特色。所以呢，研究在那个肢体律动之下，把歌唱的很平稳、很顺，最起码基本功、节拍、音准、歌词你都做到了，当顺畅的老艺术国完整的表达出来，也没一难突的国外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情绪去诠释这首歌，恰到好处的唱功你做到了，这个味道你表现出来了。好，再让阿讲，苏然姐姐，同样。你在对 key 的时候，你第一句唱出来，我就说了，完蛋了，难评呢，因为两公婆哈，从头大从米火哈，我真的不希望害你们夫妻两个回去吵架。告诉公，今天你们有谁下去，或是有谁因为分数的关系，然后因为相信我唔会啦，我要讲笑话啦，因为他们两啥唱歌，像苏然这些唱歌没同样，稳中求精。我给你这4个字句话呢，虽然他们唱歌好像。平平的抹马该，但是就自然在那个稳的当中听得到你的阿勇讲成熟度，你对这首歌的情感度，对，练你有认真去练这首歌，所以基本上来吃到你用啥给明天，听哪通嘞，不要用，加油啦，看其他评审用啦，还是因为你用啥，我应该要分同分啦，看其他评审用讲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另外一位阿公。我可能很羡慕你了哈。所以我给他用啥唱国歌，就是感觉哈，就好像是2个人在跳那个国标，可是它是分开来的镜头，是分割镜头啊。一个跳得很卖力，然后另外一个我顾仔你错啦，反正哈，给感觉就女生是被动的啦。对，他就很自在啊。所以我是跟我讲，我。就给他用啥，我也看过他们唱歌。今天表演的是最自然的一次。我感觉的是，你的用跟我感情亲厚，就讲说我也让你一点了，你也让我一点。可是2个唱起来呢，都在没有那么拼命的当中，感觉一个很和平、很安详的气氛在那个地方。所以，我跟我说，突然间都没有那个杀伐之气。我是在讲没讲简单的歌出好唱哦，是在讲简单的歌，我唱出你西来是轻某简单哦。我特别是觉得我对苏然那个海发天空，虽然那个感觉是，我觉得他有史以来唱的可能最好的一次，因为他把那个气氛带起来，然后呢甩一下，那个感觉就是2个人同时根本的感觉。虽然啦，用班你之后唔怕啦，反正我们打牺牲打嘛，只要有一个人上垒就好了，这样你看他感觉，还是感觉很好，很温馨哈。所以呢，宽了，我们就干脆来唱问卜歌好了，这样宝贝。问卜狗再来一次。哎呀，谢谢。应该是知道，不用先过关啦。老公应该我看没有哈。做对啦，基本过关没问题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如果老公先过关呢？你会生气吗？应该是不会啊，因为
为一定要一个下来啊，不然是啊怎么办？那就是要看谁先留下来啊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我有很勤奋练，可是他也教了我很多，指导我很多字啊。那你觉得今天会留下来的是谁？你们两个？哦，真的不知道哎。老婆的举手，老婆举手，不鸟的卡数。谢谢你们。4比2，嘿，4比2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想要问一下，你们今天晚上那个拍门的寿司蛮年代啊？都有，各个沙都有，两沙都有啊，那就好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进不了门这个事情啊。结果我唱的，哎，马街主唔是门的，唔可以開門俾落去。來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共內怎麼分數？老公91分，老婆呢？不用1多分呢。王蘇蘭那個分數。谢谢。哎，都没有動哎，没有变。我變。那要4點半啊。對啊，所以老師們的意思是怎樣？現場開個會來，我們請老師 CB 欣賞的開一下批的。這一對是親家賣計較，賣計較啦，計較。所以這個你怎麼台語客語都不好呢？沒有是哦，這有火炮的哎。有。哎，你怎麼？哎呦，現在是第4就對了。那你嗆他一下，快點。因為我外文系的，怎麼樣？哦。去討論過嘅，都帶吼，迄老公留下來，也係伴娘留下來，也係強下留下來。有這個可能嗎？我不知道，當然希望一片祥和，好吧？我們祥和，請葉老師。我們來請最祥和的葉老師。挺辛苦的，這個任務實在有點艱辛哦。不按照規則，你聽到公平啦，規則是按公嘛，哈，2位一定要留1位下來。那另外1位呢？希望他繼續努力，能夠敗部復活。所以還有敗部復活。哎呀，那還有幾分嘛？對。但是重點幾分的表現就很明顯，我們就要看出來說誰差那麼一點點。對，整體來講，剛剛我們4個打到天昏地暗了哈。各有各的想法了，所以我們也犧牲蠻大的。那只好請老公上門繞一下老婆，好不好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公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少來了，剛剛不是這樣的，不是這樣哦，那就很好笑了。啊，這個結果也還不錯，嘿。對，因為這個將來哈，那個您要敗部復活的情況之下，都還需要老婆大力支持哈。對，所以我是覺得，基本上。真的，這個犧牲打得很漂亮，這樣哈。安子姐，以後可能會是內野安打，啊，本來就是應該的，對不對？我再來，兩夫妻抱一下，抱一下，謝謝啦，謝謝你啦，謝謝。好，多加2米啦，多加2米。謝謝。那就等老公敗部復活了，哈。好，直接送入洞房。好，來，紅布箱拿出來。抽順序了，就剩下剛剛那2位，直接把它抽出來，來。好，誰先上？陳浩敏。加2米的都不太懂，來，過來。來。好，最後就留下你們2位了。對啊，你對我無奈嗎？不是啊，我覺得剛看了一集非常虐心的那個戲劇的感覺，那都快哭了。對啊，戲都是這樣寫的嘛，對不對？真的耶，這一對也蠻虐心的，年輕人要打老的。沒有，這一對是親家賣計較，我們都姓陳。賣計較啦。賣計較，被搞上。所以這個你怎麼台語客語都不好呢？沒有，哦，這有火炮的耶！有。哎，你怎麼台語客語都不好了？已經互相嗆了，對不對？哎呦，現在到第4就對了。那你嗆他一下，快點。
因为我外文系的，怎么样？哦，对对对，那我甘拜下风。所以这个很悬呐，很悬呐。你看刚刚夫妻都能够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呀。罗世祥，你说他怕那个什么那个家珍，他就记住会除豆给。哦，真的耶。所以最后就留下你们老少比，好不好？老少比。好吧，那当然马上搞。情歌传心声。哦，情歌传心声。哎，那你呢，冠霖？你头发。啊，你头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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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看看来。你头发要跳过哎，我没有听过有一个版本是哒哒哒哒哒，叭叭叭叭叭，有这个版本，有这个叭叭叭的，因为我那个 Nitto 晒太多，晒到中暑，晒到昏掉了，哎，没这个版本，我刚自己谱曲的。就是这种自己会填啊，新乐器的交错。哎，几啊拜做哦 PK 赛嘛，其实线下跳歌，佢专门家谱歌词啊，安样会唱较标准啊。安家朋友讲，你朋友讲，哎，阿婆讲很有数呢，觉得我太惨了。没有啦，其实因为
最近工作也忙，然后回苗栗只有1天而已，然后我阿婆也忙着耕田，所以她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教我，我就稍微跟她请教了一下这个样子。用电话就好了。没有，要用电话有点吱吱嘎嘎，听不是很清楚。吱吱嘎嘎。而且他阿婆说啊。你还有笔啊？你还有在笔啊？哦，你还在哦？对呀，对，是那个意思。而且我阿婆超可爱，她从我5月录第1集，她就每个礼拜都锁定闹乐打擂台，她就超可爱。我就跟她讲说第1集8月才播，她说没关系，我每集都看那样，每个礼拜6都看那样。总有一天会看到你。对啊，她就是8的那个就是阿婆教的。阿婆，你懂你啊？你这样要扁果子啊哈！阿婆拍谁？来 V 先生的贡品来，好吗，老师？那个先从冠霖讲哈，基本上那个你那个客家发音嘛哈，其实8、9成很标准的。有吗？对，那问题是说888不是8、9成啊，他发音8、9成有标准。但问题还听 V 你知道，就是你以前你用了那个比较嗲气的那个声音去唱客家歌的时候，有一张问题，就客家沟通好多沟腔，它有语音，你语音没有下来在胸腔这个低音的部分的时候。你都是变成压喉音，所以我们在耳机里边糖都有一个嗓的嘛，在每一句的尾音都撕裂。所以这个部分就是，假如说你到这很有名的网红那部分，你攻发的时候，事实上会用到丹田力，也会有一些，但你冲国的时候，你频调拉太高了，所以以至于说你每个声音这个有点撕裂，还有一点就讲，你刚才8那个是不是算是蛮厉害的？掉了5个字，我还差点找不到那个歌词在哪里，那个表示你那个临场反应非常好，难怪会成为网红。但是没紧张哦，没紧张啊，对啊，没紧张。但是比赛那部分这个部分就会有扣分了哈。浩明哥哥，如果你今天有赢的话哈，那也是实至名归啦。真的，因为你的对手比较弱嘛。因为我今天根本就是来被虐的。所以浩明哥哥要特别注意哈，就讲你唱个情歌传心伤哈，他是以前林老师在唱的时候，他的嘴型那收音唱的比较大哈。但你今天面临一个问题哦，你学他唱的时候面临到一张问题，因为你的嗓比如他 hell boy， 你的牙齿张得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变成你压喉咙。转心上都是啊，你的共鸣腔都在啊，喉音在压。心不转心上。所以那部分盖世公今天有机会入围我们那个的决赛那部分，你特别注意哦，这以后就是你很大的致命伤，好不好？弄建议一下，谢谢2位。范子噻，来参考另外一位啊。王老师，先讲陈先生哦，陈浩明先生，你从过开始唱以前，你会去声谱的，哒哒哒，或者你会跟着唱，希望你个习惯来给改过来。最好就是你的那个前奏，把它听清楚。有的你可能会用算拍子啊，会手打拍子，或者用脚，你都做不对。你今天前面的那个拍子，你会刻意的去打它，我觉得这个不要舍去，对你是加分的。你唱歌哦，稳定度。其实刚才有老师讲的是讲基本功啦，唱歌的基本的功夫，叶老师对不对？基本功夫一定要练好，基本功练好，其实对你的歌唱有帮助。什么是基本功？包括你的声音啊，要怎么去表现。刚刚老师讲什么？你讲的，他们有时候可能会什么喉音？为什么会喉音？就是你发音的方法是要稍微请老师教你一下，因为你平常唱歌的习惯嘛，要过唔过来。但是如果你注意一下发声的部位在。比如说高音啊，会用到一些头腔音啊，你的喉音还有你的胸腔音要怎么搭配，鼻腔音整个共鸣怎么去使用它，就是你靠你平常的练习去揣摩，去试试看，对你的歌唱是有帮助。因为你喜欢唱歌，那你当你去研究怎么样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好的时候，是对你有帮助的哦。好，那位冠霖。我是今天第一次看到你，然后我们老师特别推荐你是网红啊，我觉得有网红就是一个个人特色，非常的鲜明。你的娃娃音很特别，但是唱歌，你的音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，每一个人也特色。但是唱歌，我刚才讲的就是要怎么唱歌，你可以去并不是很多网友嘛，你可以请教他们啊，声音要怎么样才会更好听？如果你这方面你有去注意的话，你的声音，未来你选的歌曲，你所表现出来绝对是不一样。因为你现在会，因为我刚有听你讲话，我发现你唱歌其实没有太大差别，因为你唱歌一定
讲话跟唱歌是不一样的，你要用一些气声啊，包括你的技巧，让它达到更美化，有旋律，让它变得更好听。所以你的声音有特色，怎么让你的特色让它变得更好听，这是你要去注意的部分。哦，了解。还有那个，你今天有歌词有忘掉，对不对？忘记。对。当你忘记的时候，你也是很有经验的，把它糊弄过去，但是我们有听出来。好，所以要注意一下，把它练好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欢迎他的粉丝了。现在看郑浩明的粉书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谢什么？你谢什么？不是我的分数哦。他的啦。他86分，你开心谢什么？88。他的名字念起来跟我很像哎。陈浩民、那陈冠霖。陈浩民、陈冠霖们很像啊。完蛋了，这个也我输了，对不起，这个可能82分而已。那就要看一下冠霖的粉书了哈，来。来，陈冠霖的粉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看。你根本你的歌词冇唔记得，欣赏你可能要不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你分数差2分，听听啊。因为唔记得歌词冲唔冲，因为太明显了。如果分数还比较高，我觉得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观众幸福啊。那个是冇冲唔冲的话，有可能会痒啊。看老师，应该是其他老师都点头了。哎呦，你看，有可能呢。所以歌词要背熟哈。所以真的不能犯大忌。他有背熟，只是他咬不清楚。咬不清楚就算了，就888。头花讲给唔记得，他自己承认的。你是忘记哦？对，忘记了，真的连续工作太多天，然后晒NITO晒太多，有数哦。对，哎，有数。你讲嘛晒嘛个东西啊？NITO啦。嘛个东西？晒嘛个东西？啊，汤姆斯牌子。不是，你刚刚说晒嘛个东西？晒太多NITO啊。对，NITO。你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哦，就是除了措辞以外是 NITO， 不是 NITO， 嘿。要鼻子要皱起来讲。你有的音，有的浊音有的音，没关系，但回去再好好练，下次有机会。我们还有拜不复活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有吗？有。真的吗？加油！确定还要让我来这胡闹？拜不复活，你如果想要再来，你就来拼一下嘛，搞不好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特地去学个唱歌，了解一下什么腔，对，了解好再来，对，这样比较完美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恭喜浩明哥，好，恭喜！大家，好来，那2位回座休息喽。好，谢谢阿子 C。好了，今天李王公又准备了哈，啊，莫讲怪朋友吧，还有拜不复活。留下来继续加油。呀，都传统组听1礼拜啊呢 PK 赛了哈。PK 之前都要先介绍评审欣赏来。李秋海欣赏，苍永欣赏，罗英欣赏，魏生炯欣赏。来，安尼比赛之前先来问他个强松一下，谈一下生意来拿奖金啦哈。小美少女来自金边嘅代表已經帶來平板。來談款啦。下对了莲。
小妹妹你好。两位主持人好。好甜美的小孩。係啊，你有來過人哋節目嗎？有。有。啊，來多拜呀。有200。200啊？哦，真的哦。我有冇乜個印象啦？他也。哦，長大了。哎，長大了。聽說他也很棒，很厲害，常常參加一些歌唱比賽哈，就名列前茅哦。他一開始去參加福高的那客家鄉土課程，然後慢慢的因為有搞客家歌嘛，因為安尼樣愛上了客家歌，衝啊衝哎喲，吃都唔會差，對，所以就要去參加獎金挑戰賽，就純粹練膽量，咁到時就會衝演安尼籌一啲嘢片來比賽。對對，你有咁有想來比賽？有。有啊，哎，個你來啊，好嘛？好。啊，今日喺自家來呀，樣辦？爸爸媽媽帶我來。啊。你自家來。有可能要自己搭公車。媽媽很熱忱啊，媽媽很熱忱。哎呀，哦，媽媽好像見過哦，因為之前帶佢來嘅時就有看過。哎呀，生意呢，因為我想我比接受客家文化咯，客家歌曲嗰度。啲客家吼是按你傳統嘅咁嘅語言吼，所以講想本佢傳下去啊，將佢接觸了就。啊，生意呢，我當初我有乜個叛逆啊，乜個唔想學緊樣辦冇？將佢是學唔會。學唔會？哦，都一睇哦，是學唔到。哦，我學要做乜嘅係嘛？哦。你咁樣的心理？有時候會。有時候為什麼？那現在還會嗎？現在還是有一點叛逆。還是有一點哦。一點點哦，而且國一了，國一開始有叛逆的心態了。對，會裡面有一種少女的憧憬。是啊，我為什麼要學客家歌？對不對？現在人家哪有在唱客家歌，對不對？還沒讓你想。同學會笑。會笑哦。對。哪一個同學？你叫個過來跟我講。怎麼會同學會笑呢？他現在客家文化很流行哎，而且很時髦哎。對啊。我們繼續發揚我們客家文化。然後加上，如果今天你又順利拿到獎金3000塊，他們也會想要來參加。你看我去唱一首歌，我就可以拿3000。對，你們還在媽媽10塊錢。所以啊，你們還要付3000，我才給你唱，對不對？哦。好。好，但是有沒有辦法拿到3000塊，就要來問一下評審老師。啊，沒有的話沒關係，你再包給他。好了，那邊欣賞來公平一下。英語老師。啊，英語老師。好，帶小妹妹嗬，本來我係你成日都見你係係你食阿妹咧哦，嗬，讀貴中咧，因為講你係偏板嗬，頭先講粵語做到當嗬，咁個畢竟你係成日啦嗬，所以材料係轉音嘛嗬，嗰個石老師該動案嘅連接，可能圓潤度要加強。好，就是字跟字的圓潤度，韓國認為你該上還有，哈，聲音比較細，所以呢，唱那個字的時候的飽滿度，要讓它聽起來會比較有那個歌詞情境的表達。好，那基本你從個偏板，我取到當好，韓國唔是取到拍攝，因為唱歌好聽就係好聽，不管係從乜個意念為唱歌就係當站嘅事情，希望你繼續唱下去，是冇你。謝謝先生。哈，安尼這個看欣賞我本件拿到獎金冇啊，好嘛？來，看代幣一份書。來。哎呀，恭喜你啊！哎呦，96分哦。哦，安尼來頒發獎金。好，3000塊獎金哈，拿回去跟你爸爸媽媽一起分享，好不好？還是端去學校跟同學分享？端去學校。因為佢哋看又高。我按住要對定定。我要對定定。好了，恭喜你，好不好？恭喜你。繼續學習客家歌曲啊，繼續把客家歌發揚光大，好不好？就靠你們嘍。好，加油，加油。好，謝謝佩儀。好嘞，回座休息，謝謝安子生。好啊，生意呢個電影下個表演啊，大家看過了啊，那就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好，好來，海軍的選出由8位參賽朋友也恐怖箱看出到滿癮啊。哦 ，TV 分享用力。哦。
一个海，做的眼毛。哦。哦。唔知哪只潮台来到亚达味的啊？按样来讲咧，乜嘅潮？松潮。呢一浸應該松潮，松潮係松潮。佢唔用我想講嘅，你用下打扮啊？我是想講，因為我根本唱那個有那個說書的感覺。哦。說唱藝術。說書的感覺。哦。所以就說書的感覺。說書的感覺，我是想按摩大班小生活咧。一個煮的啦吼。你啊唔係啊？啊，買哦。買。唔當當你啦，有沒有創業書稿？你買呀？係啊。連一個摸呀。係啊。你在買呀？整套都是啊。這個好誠懇哦。哇，真係，人家長水朋友真係很有誠意吼，很好哦。也點都是囤咖啡呢，因為評審老師還是囤咖啡，不管你創作樣板，人生大班。哦，你那種精神，愛做囤咖啡。神門。神門哈，你請講出道乜嘢？張明雄。為什麼？佢不第幾季嘅咁嘅冠軍。係啊。係啊。嗱國寶級嘅呢。藝人學藝人嘅咁有嘅比。好來，可以哈，看係咪出到張明雄啊？阿雄伯嚟，出一下。嘿，分享。翻奎雄哦，一樣是小調，他一樣是小調。潘姐姐你好，帥哥美你好，你好，誒，有咩當會唱哦？很厲害哦，其實每個人都挺厲害啦。哦，唔敢要講佢，請講佢，請講哦。哦，你出道幾要講啊？會。為什麼？他是你第2趴是不是？你有排行榜是不是？係啊，我聽你講。剛雷總話跟你講。因為大家要講，大家都講啊，樣嚟講，唔過係最講係這個。啊，我哋伊忘詞王。哦，給你流行組的時間，只聽表嘅歌詞，一說嘅歌誒，上台就聽表係。還好啦，呀，28張4年應該。唔知係小調，小調，哇！就聽天由命了，好嘛？你自己加油啦，好不好？那唱乜歌？一搖錢，係奎雄姐，半山搖浪，哎呦，之一，來，彈開那兩邊嘅歌曲嚟。唔唱不用怕嘛，講。一准呀！你妈妈查，你赢定了啊！你怎么自己对自己下判断？张
宋朝春游啊，高堂进啊，高堂啊，谁那有那？白酒那子那哟，要论天下太平啊！山上啊有路，路漫长嘞，慢慢啊悠悠，一层又一层嘞，阿妹爱去金马路嘞。山高路平嘞。乡镇啊，莲花生热在南嘞，山岗啊，板啊，热潮银行嘞，三回两拜莫见面嘞。山外南路大旁哎呦，用力意啊，用力意啊！谢谢嗯哦，你行在前面还过注意，安尼掉电落。对啊，拄到是强数呢，啊，因为愿意安怎呢做到去啊？强，你从不用怕嘛，强。你准呀！你妈没查啊？你赢定了啊？你怎么怎么自己说对自己下判断？我措辞了。哎呀，措辞吗28有28个字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唱广西我唱成宋朝，广西唱成宋朝，恭喜春游啊，我唱成宋朝春游啊。哦，哦，你写歌词好，因为他刚刚一直说宋朝了。宋朝对，开口一直讲宋朝，宋朝。啊，唔怕啦，看先生，高某先生无弹出来，好，不可能，以前都有讲出来。有讲出来，邱华先生，来，唔會無糖度啦，絕對有糖度。因為我哋要做評審人嘅，絕對會看嘅歌詞。嘿，你若說歌曲屬於較陽光嘅歌曲，所以你唱嘅時節，嗰種嘅架勢有擺出來哈。啊，唔過就張嘅你來哈，張嘅啦，你來呀，不要你呀來，冇加這個呀是較會較好，哦。啊，再來是比較較大聲嘅就係天意張嘅。哦，做一個點啊，恭喜出遊高談錢，你唱到宋朝，唱到有高談錢。宋朝春遊啊，高談錢啊。你也會是唱大聲，哦，所以多少會扣到分。唔會講扣錢多，因為你其他方面有多少有本加分啦哈。謝謝。但是為唔係欣賞我本歌目，你唔知，哦。下回還有再繼續能夠再多賺的，你說加油啊！歌詞我唔記得了，加油講過嘛，我唔記得歌詞嘛。好，加油！
谢谢。安子生，对，另外一边冇讲咧，系啊。喂，所以啊，来真等安尼开箱哦，啊，真嘅伤寒牛咯吼。啊，你说歌曲吼，半山酒楼之前来碧海落实哈，给接上唱诶。你说歌曲说没有写那个啦，你咧客家人咯演出名，给他个恋爱嘅故事。啊，你还是另外一种啊，半山酒楼直接是木腔咯曲名，按今日唱了清好，唔过清大双啊个大拍行的大师，你是别人咩？啊，唔过唔会像用青岛啦哈。谢谢，能鼓励。好，安子生，安子生。另外，陈高总，用设计今日清大爽啦吼，我要提倡个清米个机啊吼，够乱啦吼，我唔定加创用版件吼，应该係夠亂，雙機係講夠談錢嘛，哦夠談神有不由自，夠亂天下啦，窮則是啦哈。各位亞述你處理了以後，但是給也做得去研究一下啦吼，做得啱啲唔係糖麥呢版本我用按嚟處理啦吼，也做得好可以，你注意糖一下。但是你呢，強弱唔是個要處理得當吼。一個反手機從半山腰吼，一個傷本身吼都有傷到啦吼。加下李老師也有特別人講，可能唔啲係唔出狀態力，也係樣辦，故所以都過一段時間吼，有兩隻鋪門去生意下，伊咧。可能冇到拉個，天意冇做白睇嘢嚇。我想下一擺唱嘅時間，自己即看下啦，嗬，加油！謝謝。好，安子生，啊，安子嚟夾夾嚟看兩位嘅份數啦，哈。現在看兩粒嘅份數。好。什么先生？89分。有影響嘅。冇俾人淘汰啦。你看88，冇到88分，出只俾人淘汰嘛。89，一咗保有期看見拿到幾多分嚇？92分。哎呦，就看係咪92分開獎嘅分數。93哦，做到你那也蛮还好。至少他的鞋子比分数高。啊，真的。你按样讲，刚俺班爱青菜做什么所谓？我是尊重舞台啊，真的，不管分数，高也迄低，该大啦，高也迄大啦吼，至少讲我有上过舞台嘛，我有花样，有感动嘞，哎呀，有感动。他也看得出人家个诚意。这一套衣服还是继续可以留着，哈，你吹落杯商演的时间又可以穿钱过来，以后嘞，哈，对，做得。好啦，安尼先恭喜你啊，谢谢。现场看一看有本转来嘛，好不好？安子生，谢谢，多谢两位，谢谢，好。真的很感动。感动啊！哎呀，比到安尼节目来编安尼罚钱哈，去自重，要真的要种精神而体，重赏鼓励啊！是。好嘞，再出一下，看出多满意来。陈淑娥。好了，欢迎淑娥进来到舞台当中。嗨，你好。你好。主持人好。前面一点，好。孙娥子，你好。还有5位较强出道满意。民雄大哥。哦，2票了啊，人气很旺啊。棒哦。来看一下，还没出道几来。张明雄来。有。张明雄。你跳看到哎，哪敢台上啊？飞啊！张明雄。好来呀！耶！你好。你来降机啊？冇哦，攞嘢啊！唔降乜嘢？乜嘢又唔是降？哎嘛，看到見就降嘅。南外廠又嘛好降。攞嘅呢？
爱顶路，但是一個散過後，覺得一路一有遠前輩。散過日日路從也有迷途，係咪？對嗎？啊。唐毅講法清醒酷吼。所以唔是講啊，係啊，就服落去。好，唔好講。要語兩隻都兩個當手上當。當動態。好。好，那草媽嘅歌誒。平板。平板。你呢？我從羅泰山歌。泰山歌，哦，來，唐亮威嘅歌曲來。
两位主持人哦。好。阿雄嘛，你之前身体有乜嘅唔摸嘛？有嘛？有拜哈。開刀啊？開刀，我基本上也冇來呢。用辦講出狀況啊！你出嘛狀況？這個頭把人講，奧利都打，加到咁下就係咁嘅呢。媽呀！哦，奧利都啦。沒有，這旁邊挖個洞。哦，所以也要改一條人工造口。哦，真的啊！哇，那你還好吧？還好吧？還好啦。我是為了這個背到兩個人個闖過，頭把我冇闖過嘅呢。哎呦！哎呀！背到兩個人個闖過嘅，頭把我對了闖過，我冇乜用嘅。我特別講嘅闖過嘅係保養身體嘅親和的方式嘛，對吧？哦。哎呀，慢，身體一定會越來越好，越來越健康。湯先生的公平來。係伊老師。好，請台姐吼，我想呢幾位從個平板其實非常嘅好，就是基本上意見聽吼，就係聽意見辦了愛章，吼，從章嘅時間呢，你係唔係了你係人數都合槍哩，吼，同起來章係辦了愛章，吼，每人有一啲啲，當做魔術，吼，按時就會喊魔按清楚。其他我感覺冇按緊張計法，運動係表現到很下好，嗬，很下順。好，接下來咧種阿伯嗬，因為你咪說是當橋咧，在本來嘅節目當中，韓國當到從下入都到，你記唔記從個羅山歌呢？我想歌詞寫到當好，嗬，唔過提住佢如何山歌，嗬。你時則是係唔係留記十個來安排一下，因為友好山歌，嗬，長嘅時間呢，嘅表態運動係用翻譯來講，就是有好的山歌嘛，嗬。咁個老山歌，你係按用緊長解法，嘅可能語句，但係意思可能就會下寥寥冇強弱，你按你做得十個來討論，嗬。其他嘅我想講都當好咧。係，所以希望你，好，安住先，另外一邊，好。沈聰先生。這位我哋講青樹我小姐，我認為講呢個語途流暢度嘅嚇，能夠係講有弧度嚟嘅來拉音一些撩人來拉一些，你三個會很好，是講個拿不要拿就過去了嘛哈，要是過去些啊，冇人語線。啊，要非常好嘅嗰啲欣賞嘅空間啊，看呢個學習山歌嘅。至張平鄉張太哥，一般目前咧講羅山歌係長巴吧，記得前度已經講嘛43啊，223、43、25啊，252。照了咧看咧，係講我概念嘅看法。有好山歌，從來聽啦，計。3+4、4+4一句，3+4一句。按我嚟唱，把我概念嚟認為啊，會好嘅。你嗰個可能是你到平板啊，山歌之地咪2+4係唔係有個氣勢嘅攞？你連你羅山歌上攞些啊，來談討切磋啦嚇。聽一句，你新竹上啊，新竹嘅新是咪羅長長，有人來竹上咁樣啊，咁嘅長腔。可能講大家來共同來參考看，我上回來作品上面我要講，山歌係比較嘅，兩班長腔，你夾嘅長腔好好聽，一嚟長腔冇人聽，那麼你夾嘅長腔是一般來講是好佔優勢樣，啊，唱到相當好啦，梁生好讚獎。好，哇，梁生唱到相當好嘅一分數按樣嘅打，哦。唔低你咯，看落去就低你咯。來看一下。先來看陳松傲嘅分數。什麼先生？個叫聲分啊！上禮拜咩 UAV 陳建奇咩拿到叫聲分，哇個哇阿雄伯，哦。阿雄伯每天叫聲5分。沒叫聲分，哦，阿你先生都討論了啊。來看一下。總明顯嘅分數。
有没有摸到？怎么没有3张牌子？你怎么没有3张？这脸面还有2张，你不要你不要误导观众好不好？总民雄的分数。好，枪子可以休息一下。对啊。哦，调养下身体，调养好。哦，好啊，都这样看。好，都是这样看。好啦，阿妹从知道现场一天要分10转了，好嘛？好，啊，安子什么牛逼？啊，恭喜你啊，安子噻，好来，在毕业当中。哇，样子啊，粉丝啊，好好看哦。哦，来，恐怖恐怖哦，恐怖哦，恐怖，恐怖，恐怖哦，恐怖哦。好来，数一下，还有 CV 参赛朋友，看出到没来？蔡玉桥来发扬来到舞台当中，来，麦克风拿在他，麦克风好来。嗯，好，玉桥姐你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请讲出动，我讲个女是长腿的，长腿的庄民雄系嘛？哎呀，还有梁山也会讲，还有梁山，杨凤琴啊，张瑞哦，杨凤琴很会唱哦，张瑞香也会唱哦。cái Lý Kim Phong 我看見啊，點點的黎kim峰今日當會唱哦。請會來哦。哎呦，來數一下。牌子，你們有沒有摸到？怎麼沒有3張牌子？你怎麼沒有3張？這臉面還有2張，你不要不要誤導觀眾好不好？我們是公平公正的，對不對？我一直摸，我摸不到啊。裡面還有2張，要不要給你們看？倒出來。好，現在主動慢一點，分享用風琴。哦，也沒會唱的，唔乜講句嘛？我喲，個聲音動啊，聲音動嘹亮。聲音動嘹亮。清遠呐。清遠，按有經驗，按會唱，唔係啦，唔是講句福氣啦，哦。隨緣哈，隨緣。可以，可以。唔得唱乜歌？有條字。3個字。3個字，你。平板。好來，彈看啦，了邊嘅歌曲。
两位都都会唱。系啊，两位啊难编了。杨小姐还有出唱比赛，爱下冇。哦，爱冇喊呐。嗯。好，唔要紧。唔怕，来，安尼还要唱高欣赏了哈。好，唱高中。一个蔡小姐今尾创呀《三国志》哈，假使讲爱来个建议，下一摆唔注意读较好三国嘅三国嘅两则诗哈，还去注意下，哦，用诶比个咬字较清楚的话，其他基本上来讲，前韵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都做到算顺啦，吼，算好。嗯。一个杨小姐创也平板也创得同好，伊不论一个啊那个做韵啊各方面也有做到，但是创平板吼，我会建议哈，也个群也是分也是在依度下前的韵全部用O，用O落去吼，刚才的按多产谈到个个群式哦，谈到唱。念到群是重要，吼，因为唔前咧用 O 嘅音嘛，吼，六三分有咩咪唔咪用 O， 系啊，吼，故说你也做得係咪考慮看啊？我哋平常唱嘅時節，較唔會用 O 嘅音啦。我講過千多擺咪，當到人唱好唔好就用六 O 啊咧，其實平板較冇，也個唱三國人，盡量冇用 O 啊，會較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同我建議，同我建議，哈。好。安尼，咱愛位。秋夏欣賞。來。強數對強數，兩三個強版的哈，做個強調欣賞搞出來，但是就咪一下從三國志，一下從平板哈。不過你玉九字嘅記得啦，哈。我從哪？我從了莫再加類似。你按照兩隻，按照裝飾音，哦，冇愛唱了來，唔按字，你愛唱了山啊，按字好咧，冇個羅了叫類似，哦，嗰兩隻裝飾音呵。謝謝老師。風琴啊，講嘅肢體動作非常好，呵，唱了就咪也冇法度人講有乜嘅缺點，唔過莫行權。唱到莫行款，嘅咬字方面下回也希望你嘅記得下清楚啲喂，好，加油！哦，先生。哦，你有咩同學嘅病真係，你要答開咁節目。唔會啦，唔會啦嚇，唔會啦嚇。不過慢音也慢音速度唔會啦嚇。唔會唔會。好，來可以哈，兩位。三就給我分數。這是7分哦，謝謝，分數以後，係啊，來。因為他到現在還是說他比較會唱。用風琴的分數。你喺救生衣服有可能做人家嗰個困，嗰個什麼絲哈，可能因為扣手扣扣到分。兩位做按好嘅歌數，我相信先生哈，不管數嘅一方面，一聽我本。英國嗰本他轉對，因為資優生呢。係啦，欣賞他討論那裡，好嘛？精彩，謝謝，好，謝謝，好，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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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，謝謝兩位主持人，謝謝。好嚟，殺下來，這存兩位啦，哈。存一組誒，哈。好嚟，兩位組一下。先衝。存一位莊水祥，一位賴建峰，看慢嘢先衝。賴建峰先衝。好嚟，另外一位咧係咩莊水祥呢？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啊！來，兩位來到舞台當中。係建峰姐啊！水祥姐。水祥姐來自花蓮的朋友嘛啊！錯。建峰姐哪來？新竹。有麥克風嚇。哦，新竹。建峰姐呢唱嘛？羅山歌。羅山歌，泰山歌，安尼。硬強用。泰山歌來，兩位泰山歌來看下。
山改草。老年堂中，天佛树后上了。着那为什么呢？思念父母，一定情用体谅。同甘穷苦，梦一轮家庭哟。佛罗啊，万事兴はい、新闻看看。哈哈，嘿嘿嘿，哈哈，你好，唱的有冇安排意啊？不用强爽，是吧？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，嘿嘿嘿嘿，啊，两位啊，个歌演啊有变啊，来，来睇下那位先生的讲评啊，嚟。孙琼先生。好。首先来讲咧，来敬奉小姐。今日
了条歌呢，太银写字，咩太银哈，咩个太银。太热了。第三个《落隐堂传》田朴书很爱改那建议，那个西字那我一般啊都是田朴书呢由低而往上，你是田朴书呢这样子来探讨一下哈。听为了仁慈发电修风的庄小吉，提前谁跟父母一等亲。给他一时你这样子哈，你要后面再看待一下还我个，然後睇嗰啲參考一下啦。其他是講感覺第三個節目已經唔是拿槍的喎，嗰條戲哦要好冇人捉的，呢方面嚟改進啊，以為還能好啦哈。好，老師，好，謝謝老師。再給英英老師。好來睇者吼，你基本從個羅山歌，按樣應該歌詞你冇被偏到哦，就係唔係講山歌，可以從就太上。好，當然太上該係基本嘅，吼，就係你係從到清楚，本人聽得到，吼，按樣人講定你從乜嘅，好，所以佢個意思係按樣型，唔講你大家是都在不動態。好，所以變性嘛，個你任何修轉來嘅時間全部按講，好，所以就係按樣型嘅問題，所以你從個歌聽得出你當認真，然後當上嘅表達應該強韌，唔過呢，可能你就會加強你個咧精緻度，就係應該精彩才耐味，吼，韓國那篇我係輸到，我本人就期待，好，上任按樣怎麼講，好，我係本嘅建議係按樣型，喺撒下來吼狀態者吼，你從個羅山歌特色欣賞有共同講咬字嘅問題吼，韓國你個咧羅山歌輸嘅每人聽伊嘅愛強心，吼，輸到挺短嘅，係講做得咧下衝啲啲。好，安尼就會起到受到動靜，好，讓個人好就會對到從個上任表達當好。韓國呢個最尾一句家庭和樂，家庭呢兩隻是後邊我感覺唔是一個假意思。家庭和樂啊，係唔係就當清楚？好，家庭了，如大家哦，個後邊用版哦，從出嚟就感覺哦，唔係按明白，哦，唔係按清楚。我嘅建議係按樣型，好，其他我驅動你表現到以後就係莫按緊張，不用輕鬆。我相信表現會很好，拭目兩位。好，謝謝。哦，到底係8年嘅朋友會同歌，也係新做嘅朋友呢？來看一下分數。先來看賴建峰嘅分數。90分，90分，做得好。好，那我係 V 呢？總水強嘅分數。92分，哎呀，當聽啊！容易哦，先簽字淘汰啊，按這些哈，好，多謝啊！哎，要不再畢業當好錯哈，係啊。希望大家。希望。安尼好唱歌嘅朋友繼續來報名哦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2。好，等一下大家來報名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志生。什麼長水仔？謝謝大家。什麼小康？謝謝小康老師們謝謝。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也很辛苦哈，謝謝你們。下禮拜我們記得今天同時時間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。